继续要来看是这个饲料起价影响的范围是愈来愈大。彰化市底的乡亲讲，这真正艰难。这个饲料为半年前开始来起价，起到今已经起翻倍了，成本加出着6成外。讲若是按照着即卖的成本来计算，这无趁钱、无大件，佮倒了，饲一只猪仔就要了1000块。饲料自动啊吼！自动饲料机开关起来，猪仔囝随冲过去压头推饲料，猪仔食愈多，猪笼就愈唔甘。原物料起足济嘛，起6成嘛。所以讲，阮即阵饲猪是了钱。猪农讲，即马饲一只猪上少爱新了1000块到1500块，因为饲料变贵。半当前饲料翻倍，每公斤才6块，即马翻倍起变12块半。豆粉进前每公斤12块半，嘛起到18块半，敢成本就加6倍。不过批发猪的价销煞增加，去年6月猪肉批发价销起到每公斤86块，贵33，数落来就一直落。过年后，佮落到每公斤60外块，数落来慢慢回升，到即卖76块。猪农讲，即卖即种饲料成本每公斤90块，才赚500块尔，也就是讲无卖到80块，就是了钱。饲猪的人也讲负债真济，人可能就爱离开这个行业。敢有听讲有人歪饲啊？未少人歪饲啊。猪农无奈讲，即马逐项拢起价，就讲批发猪肉伫咧做了钱生意。有咧饲猪的人，即马敢会当猪母卖饲伤济只，猪仔囝就较袂生炭。再来看价销敢会阁回升，农业会卖奖励农民加种黄豆啊、小马和番马来稳定过来饲料供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